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屬兔嘅你簡直正啊！因為財運排第一，桃花排第二。點解咁正啊？因為今年係財運年，又加埋係天喜桃花喎。咁有桃花本來已經交際應酬、人緣好，對事業已經有幫助㗎啦。又加埋財運年，更加提高一線啦。咁如果你嘥秋冬天出世就勢如破竹啦，係咪？即使春夏天出世都唔使驚，頂得住頂得住啦！財運排第一，桃花排第二。即使你上班一做到啦，有桃花，人哋見你個樣順眼啲，你做嘢容易順利少少啦。如果收入唔穩定嘅自僱或者做生意人啊，更加容易傾得成生意。所以咁樣財運年係唔錯，桃花年係唔錯。如果你單身嚟到呢個天喜桃花呢，天喜都係正桃花，冇紅鸞咁重啫，都容易認識到一啲可以發展落去嘅感情。所以咁你要把握機會啦。咁如果你諗住今年結婚或者懷孕呢，天喜桃花都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嚟㗎。咁你屬兔呢，尤其是個桃花月呢，去到呢個5月同11月仲重桃花月，咁其實全年都有桃花㗎啦，只不過特別要把握5月同11月重桃花月咁解啫。咁今年吉星有天德，天德逢凶化吉，能化凶星之力。咁天德同月德都一樣嘅，因為天德同月德都係心慈報復心少，咁報復心少自然怨行少，怨行少就少結怨，就自然係逢凶化吉啦。咁仲有福星同福德貴人星，雖然福星福德普通貴人星，咁有貴人星都好過有小人星啦，係咪？咁你有桃花星，又有逢凶化吉嘅星，又有貴人星，所以星又唔錯，排位又唔錯。凶星有咩？凶星有捲舌，捲舌要口對口面對面同人嗌交，咁呢個都冇乜大問題啦，因為始終你桃花年，口對口面對面同人嗌交，可能轉頭人哋都唔記得咗，嗌完交啦，可能轉頭又和好啦。無論男女關係又好，朋友關係又好，或者公司同事關係又好，今年咧即使有嗌交，有少少鬥嘴都啦，其實問題影響就唔大㗎。咁同埋今年有披麻，披麻咪披麻戴孝嘅意思，披麻你多啲留意長輩身體啫，因為屬兔去到馬年其實又冇乜特別大相沖㗎，咁長輩其實幾時都要留意㗎啦，尤其是我呢個年紀啊，你個年紀就可能冇我咁嚴重啦，因為我呢個年紀啲長輩大部分都係好似咁啊趌下行㗎啦，咁你都要留意長輩啦，尤其是長輩一跌親你就好大鑊㗎啦，所以咁你屬兔唯一要留意長輩身體，多啲關心佢，約佢食飯，其他就冇嘢啦。